撒哈拉访问的是民进党提名的南投县长的长线人李文竹参选人您好。是，仪容小姐，我们各位客家乡亲，大家早安，大家好。您本身是埔里人，是。埔里其实还蛮多客家乡亲，好像大概有2万人。快2万哈。您大概从上一届要投入县长选举开始，回到故乡来经营，您觉得最首要南投需要去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南投我讲的大概就是像观光跟农业了哈。那我第二来讲农业哈，那像国信乡哈，它有非常好的、品质非常好的各种的这个水果蔬菜，比如说国信咖啡，比如说国信的枇杷，比如说国信的香蕉。我以国信咖啡为例哈，国信咖啡其实就是费城咖啡，因为它在同样的纬度、同样的这个条件之下，国信咖啡的品质是比古坑咖啡还好的。但是对不起，古坑咖啡的销路跟价格是比国信咖啡好很多。事实上有很多古坑咖啡9%不是古坑咖啡，是从国外进口的。那有一部分是从国信那个卖到那边去。那为什么品质比较好的国信咖啡，不能自己卖，不能有比较好的价格，而是必须送到古坑去，然后用古坑咖啡的名字卖出去呢？为什么呢？因为农民不会行销，农民不会行销。我们国信咖啡做这个在地的认证，那我们要让介绍，让我们的国民或是国外的旅客知道我们是比较好的咖啡，其实是不难的。所以我觉得农民最需要的是我有好的水果蔬菜，可是呢，我不会行销。我认为政府一个很大的责任，就我怎么帮忙他行销。那第二个是观光也一样。我们在客家区，我们有很多的观光的元素，它再加上所谓的客家文化、客家美术这些元素，可我们不会包装。那你不能怪个别的一个县民，他当然不会，他的能力、他的资源都远远不足，这个就是县政府应该去帮他做的。那像这个我坦白讲，我也不会，但我会用人。比如说，我们前不久办的这个紫毛熊，我们就在南投县的每一个地方创造了都是那一个观光点，几乎都是历史值最高的人。像在这中心新村，我们办了2天，人山人海，整个中心新村都塞到草屯跟南投，它比茶博会的人还多。问题是茶博会政府发多少钱？发2000万，我们发多少钱？我们发几十万。差别在哪？就是你要抓到它的元素是什么你怎么去把它包装，怎么去行销？在我们南投县呢，除了抢成功，还有鹿茸季办的不错。我们我们很多的，包括客家地区，不是客家地区，常常办了很多活动，都在小某一山，都没有客人。他们办了很多，除了我们自己人来参加，然后小某预算以外，这个不对了我们南投县是个穷县，所以就必须要会。我怎么找到他的可以推广？外面的客人他会有兴趣的元素，他可能是好的农产品，他可能是客家文化，然后把这些元素包装，把这些元素行销，然后让老百姓赚观光财，让老百姓让农民赚农民财我想这是一个县长应该要做。我对这一步我倒很有信心。如果我是县长，我想我们的很多的客家乡亲那么好的农产品，那么好的观光的元素，因为这个县长比较有创意，这个县长会用有创意的人，因此可以让他们的生活过得好一点。观光这样子的创意可以用在让更多的年轻人、小孩子，他也来接触客家吗？我刚刚讲的比较是从一个要替我们的县民、替我们的客家人帮忙他赚钱的角度了但是我们如果活动办得很有趣、很活泼，当然也会对推广客家文化有关系。但要推广客家文化，我觉得是基本上这种一件事情了那我已经在我刚好礼拜6的时候，我的国信总部成立，我在那边有宣布我的客家政策。第一，我要在南投县国信乡成立一个客家文物馆。这个客家文物馆不是个静态的文物馆，这个客家文物馆是一个在那里维护甚至推广
我们的客家语言、文字、文化的中心。我要做的不是文字馆，我希望这个馆因此它就会加入很多的人力。它的人力不是在你们来参观，不是这样，它要成为客家事务客家语言、文化、文字的一个维护跟推广的中心包括编写客家的校册，有没有更好的、更贴近我们南投当地、国姓当地的这样的语文的这样的语言、文化、文字那怎么去 support 我们很多的母语教学？实际上我们很多的母语教学老师，他们就是单打独斗的，那一点微薄的车马会这样是不够的，政府要更有积极一点维护这个文化，包括客家。我更担心的是我们原住民所以我一些原住民像那个赛德克，他们有一个语群，现在透过教会的帮助，现在正在编他们的这个字典。那我自己就拿了一些钱，不是很多。那我要告诉他们，我现在如果可以拿5万块给你，我是县长，我直接编50万给你。为什么？把语言、文字、文化保存下来是最重要的事情那我们会回到客家也一样，我希望我们会增加更多的 support。那第二就是我们现在在县政有一个客家书屋科了那在层级上恐怕也没办法再提高。不过我如果是县长，我要成立一个客家书屋的委员会，由客家人来组成，但我每3个月开一次会，我跟副县长轮流参加，就是希望很多的客家书，透过这些客家大佬他们的关心，然后呢，然后他们可以做一些决定。那为什么县长跟副县长一定要去呢？就是关心支持。那如果认为可行的，那我们就可以在那里那做一些决定来帮忙，因为这样的成绩，它就可以，我们不能成立一个客家事务局，但是我们透过这样一个定期的运作那就可以让客家书不是只剩一个小小的一个科，你知道一个小小的科，它能做的事就很有限因为重要的决策者，县长、副县长都有去练习，那么在这里听他们讲然后再我们可以做一些很直接的回应。我希望透过这2个制度性的设计能够让在南投县我们的客家的语言、文化、文字得到比较多的关心，能够得到更好的维护跟发展。